馬自達就算破產都要繼續研發嘅發動機，但係最後都係逃離唔到走向滅亡嘅命運。今日就嚟探討呢一款轉子引擎，又名汪克爾發動機，喺1954年俾一名 NSU 車企無駕駛證嘅德國發明家 Felix Wrangel 製造出嚟。當時嘅原型機 DKM 因為體積細、結構簡單、重量輕、噪音低等優點，俾好多車企及上，其中就包括東洋工業，即係後來嘅馬自達。之後馬自達以高價收購咗專利，但係當時 NSU 提供嘅樣品 40A 卻是一副殘次品，運轉時震動、冒白煙、油耗高，仲有佢本身就存在嘅致命缺點耐久性低，缸內磨損嘅痕跡被稱為惡魔嘅爪痕，據說最多只能夠連續運行40個鐘。對得起我們嗎？退錢！不過馬自達並冇放棄，成立咗 RE 部門進行改良，解決咗磨損大同油耗高問題，並將其改名為 Rodley Engine。後來搭載住轉子引擎嘅 RX3 為馬自達立下大功，斬斷咗即將50年勝嘅 Skylife GTR，獲得咗1972、1973、1975年嘅大賽冠軍，亦都令轉子引擎發揚光大。轉子引擎其實同常見嘅4衝程活塞原理係一樣嘅，都係要經過進氣、壓縮、點火、排氣4個過程。但係轉子引擎每個轉子旋轉一圈就可以完成3次做工，而活塞引擎每個活塞要運轉2次先可以完成1次做工。亦都因為轉子引擎高頻率嘅運轉，使得佢擁有着獨一無二嘅高亢聲浪，但係最後都係因為保養要求高、燒機油嚴重、油耗高，最重要嘅係無法兼顧排放廢氣嘅標準，最終隨住 RX8喺2012年正式退出咗市場。不過馬自達似乎仲未完全放棄，近幾年開始生產轉子引擎嘅部件嚟維護車主，甚至企圖將轉子引擎回歸大眾視線，延續馬自達引以為傲嘅轉子精神。